首先我就教大家點樣利用 Go High Level 接 WhatsApp API，同埋當你設定完之後，點樣同個客就溝通。首先要兩件事要做嘅，第一件事要有一個叫做 BR， 即係真係商業登記證嘅。第二要有一個乾淨嘅電話號碼。乾淨個電話號碼係咩意思呢？其實就係冇連任何 WhatsApp account， 乜都冇嘅，純粹乾乾淨淨嘅電話嘅。如果有齊晒呢兩樣條件呢，你就可以申請 WhatsApp API 噶啦。但係呢度咧呢度便只係提及到如果做咗商家認證嘅嗰度嘅啫。如果係新公司嗰啲嘅，就唔會喺呢度片提及噶啦。首先呢個就係以完成公司認證為前提嘅接駁。首先去翻 setting WhatsApp 呢一個 WhatsApp 之後咧，你就會進入呢一個界面噶啦。點樣加一個電話號碼上去咧？首先你要撳呢一個 add number 呢個撳入去啦，佢就會彈出呢一個界面出嚟噶啦。首先你要入翻你個電話號碼，但係記住喎，你入電話號碼嗰陣時咧，要記得要撳852喎，因為咧我哋香港嘅電話咧係852啊。好啊，我示範一次。之後咧，佢有兩個選擇嘅，一個就 SMS 啦，一個就係電話嗰個啦。我哋用 SMS 嚟講啦，撳入去啦。之後咧，佢會有個短信 send 俾你嘅，你只要咧撳翻個 number 個驗證碼 send 過俾你個驗證碼，撳呢一個，跟住佢個指示做咧，你就可以如無意外咧就可以接通噶啦。當你接通完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呢一個會有個 connect 嘅，證明咧已經係冇問題啦，批准咗啦 ，OK 啦。之後點樣同個客做溝通咧？嗱，首先我哋要明白到你唔可以同個客即時溝通嘅，因為係要個客同你溝通，你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嘅。點樣做咧？首先你要 action 呢一度撳入去啦 ，share 呢個 WhatsApp number， 撳咗之後咧，你有個 QR code， 你叫個客咧掃完之後咧，同你打聲招呼咧，你就可以同個客做一個溝通噶啦。邊度睇咧？呢一度我哋出翻去先。當你撳呢一個 content 之後咧，你就會有啲，你會可以見到個客嗰個名啊、電話，你就可以同個客做一個即時溝通噶啦。即係譬如我撳呢一個啦，嗱，你就可以 WhatsApp 啦，你就可以同佢即時入資料，即時溝通噶啦，咁 send 你就可以完成噶啦。